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年 APEC 领袖峰会伫咧美国旧金山举行，这个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拜习会。这拜习会敢会牵涉到两岸议题呢？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台湾初步掌握到的会谈内容是会讲到，也相信美国一定会挺台湾。也那咱台湾的领袖代表张忠谋14日去到旧金山参加会议，敢会和这拜登来会面，引起众人关注。另外，伫咧 APEC 会场外口呢，有上百个团体伫遐抗议，要求 APEC 来推动以哈停战，而且反对 APEC 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策略。就千人举标语大声喊，关掉 APEC 100外个超近团体组成，向 APEC 公布联名谴责旧金山 APEC 峰会。标语顶面写的诉求，也个停止建造灭绝为巴勒斯坦甲菲律宾，被阻止美国加做战争机器。My message is to Joe Biden to call for a ceasefire now and to stop this genocide now. Today, we're bringing in thousands of people to the street and all week to shut down APEC and oppose the neoliberal trade policies that it's promoting. 国际也聚焦15个 APEC 拜登甲习近平的会面。北京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拜登决心看到美中军方关系重建，伊相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最近的国际情势、经济危机甲以哈战争，美中也拢有拍算。We do not want to see a firefight in a hospital where innocent people, helpless people, people seeking medical care are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另外，拜习会敢是会吸到两岸议题，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咱国有掌握，也相信美国会挺台湾。初步掌握是应该会，因为在每次美国跟中国的一些高层的会议里面，台湾的这个部分都会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我相信美方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支持，我们应该不用感到怀疑。各国领袖做会，旧金山维安等级提升。咱国领袖代表张忠谋14日也会飞去旧金山，代表团也当咧拍拼安排张忠谋甲拜登的会面机会，因为 APEC 成员甲 CPTPP 中塔成员，台湾会借此机会甲 CPTPP 会员国相比会谈，尤其加拿大是明年的轮值主席国，外交部搁较拟定行动方案，要掌握这个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大选登记期限特别到啊，那白合到但也无结果。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就讲，这2天必须要解决，而且佫讲一解和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协商，特别邀请表态支持全民调的前总统马英九做回来见证。朱立伦和校友记今仔日拢是表示善意，要来积极协商。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批评那白合，拢是为着政党利益。咱若讲到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联署，敢有通过咧？中选会按算明仔载的公告。到南投朱南江参拜，民众党郭文哲继续布局中台湾陆战，也毋过那白合继续卡关。郭文哲讲，除了总统人选也有争执，伫联合政府部分已经有真侪共识，强调要合作要爱伫最近南北会谈，找支持全民调的马前总统当在见证。不能再拖了，大概这个就是这1-2天内要把它解决掉。下一次如果跟朱立伦主席再见面哦，我也希望就是公开透明，让媒体都知道。当然我们也会偶尔邀请这个马前总统来当一个见证人。国民党校友记出席新住民挺校后晚会，争取新住民支持。也毋过大选登记期限挖紧，当初那亚全民调第三是校瓜配，瓜校配对赖校配民调占6成，政党支持度占4成。还在协商，协商没有中断。我们原来的对比互比是党内，那这一次是第一次跨党派。那还有一个就是占比应该多少，正在讨论当中。国民党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善意，也希望能够让柯主席能够更积极的加入这样一个团队的行列里面。无放弃南北合话也无讲死，国民党也公布关键15召开中常会，配合南北协商，然后召开更较留落合作想的空间。民众党赖清德是佮甲港澳区当届立委参选人佮加入合体，共同有关声势。也毋过也将炮火向准郭文哲批评甲李宣教同齐，也互相就当选根本啉毒酒击垮。李全教是被司法扫地出门的人呐、他也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涉及双重贿选的人。柯文哲主席他的基层薄弱，但是也不应该为了选举沦落至此。
赖清德也阁考试蓝白合只是为政党利益，人民袂接受。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敢是会连续过关，中选会则是会公告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配偶池春英呢，有可能去和这民众党列入去不分区的名单内。刘委会进前捌表示，若准有当选，就要依法放弃外国籍。池春英就讲，叫这区泰山教伊安怎放弃。区泰山表示，中国的国籍法规定真明确，第10条、14条、15条拢有写。若这中国学生列入去健保议题，区泰山认为方向正确，愈紧愈好。民众党部分区名单想要纳入配池春英的风波，也搁伫议论。刘委会进前表示，若是当选要担任民意代表，依法必须放弃外国籍，引起两国论的争议。刘委会主委区泰山回应：，咱国宪法敢若规范咱政府组织。中华民国呢，我们的宪法呢，会只有规范我们政府的组织啦，而至于其他国家的组织，不管美国、日本、南非，都不是在我们的宪法规范范围内。有注销伊的国籍无？按照我们海基会的记录呢，我们没有这样的记载。李大伟嘛解释，提供失去原照证明是2004年的新规定。池春英是1993年有婚姻关系，依照法律都无算较早的。对于池春英爱区泰山教伊安怎放弃中国籍，区泰山回应，会当依照中国国籍法规定，第10条也是14、15条拢有，其中第10条就提起，外国人的近亲属定居伫国外，有伊的正当理由，会当经申请放弃中国籍。区泰山搁再声明，陆配参政依照咱国国籍法，实政满10年了后，就会当登记参选。若是陆生纳健保这个议题，区泰山讲方向正确，真赞同，愈紧愈好。卫福部它相关的法令呢，最后它有一个诠释的一个空间，但是因为这是他们是权责单位啦，我想我们作为陆委会，只要是方向正确，我们都乐观其成。若是总统大选要到嘛，影响两岸关系。区泰山表示，陆委会当地规划选举后，进行两岸情势变化的评估分析，通掌握对岸对台政策发展甲转变，也甲咱方应对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只中国快艇入侵台湾水域违法掠鱼，互咱的海巡查扣。经过这执行署树林分署拍卖了后，以344000块卖出去。不过这中国渔船是发卖件一直来，海巡队伫咧11月11，搁伫咧金门的福国墩的附近掠到一只中国渔船伫遐违法掠鱼，船顶6个人互留落来调查，让这船头家上无爱罚60万。唔免家己亲身来到现场，也敢若伫现场共款，用 VR 虚实的实景，互民众看到船的情况。这只中国籍抽山船捌伫咱海峡头抽海沙互砸起。今年3月，互执行署拍卖，以688万卖出去。军队话，搁再有快艇被拍卖。快艇停伫港口，执行官到现场去看，即摆互拍卖，原来是去年4月底走入去连江县东引的限制水域内底，船顶这人更加用电鱼枪掠鱼，互请4个中国籍船员互判刑6个月到7个月。这只快艇就也以344000块拍卖出去。在马祖当地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南竿乡的村长他就是说，他要用公告的这个底价来买。中国籍船艇互拍卖，今年到即阵全台湾只有2件，就算越界头抽山也是乱掠鱼，有刑责有罚款，对方依然是定定来，尤其是最近的次数也是愈来愈接。海巡8月处地无到50只，9月清关到159只，10月超过200只，就伫前几天中籍渔船伊个越界来台湾偷掠鱼。看到咱海巡人员因赶紧选，咱海巡加派快艇联手敌军队的舰员上船检查。只要中国铁壳船对船长围头港出发，在暗时10点外走入去咱限制水域，更加伫金门的福国墩东北1.1海里的所在违法掠黄鱼，海巡出动20人来处理，2公斤鱼回现掉。登检查获一艘遮蔽船舶编号，并且正在下网作业的闽全台渔船，在完成调查后，函送海巡署舰队分署裁罚。船顶有6个人互掠起来，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留伫调查中，牵涉越界掠鱼，船老大更加面临至少60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个台湾查甫人进前伫咧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互发现讲伊死伫车内面，身躯顶是互开骨肉枪。柬埔寨警方推测讲，这死者真有可能牵涉到非法的网络跋筊案件，才互杀死的。外交部要联络这死者的家属，也协助因及时去到柬埔寨处理死者的代志。我国驻胡志明办事处在11月8号接获国人遇害的通报后，立刻与当事人家属建立联系，并请柬埔寨台商协会就近了解详情。本案目前也正由柬埔寨警方调查中。根据着柬埔寨的报纸报道，查缉警方伫咧当地发现一台白色轿车内面有人死去，头壳去互开骨肉枪。当地法医研判尚无有死2天啊。警方也怀疑讲，这死者捌和凶手坐做伙，是互近距离开枪才来死亡。咱台湾的刑事局表示讲，自越南联络官车背有接到柬埔寨的通报，讲这名死者是姓吴的台湾人，有牵涉到柬埔寨电信诈骗案件记录。这阵案件当地警方也当咧侦办，自我关注也继续掌握相关的案件。讲到咱的刑事局抓到一个大型的跋筊集团，因经营一个跋筊网站。这集团组织是真大，分工阁真幼，有系统开发维护客户服务、救人客，也有转销金的部分。这警方呢是抓到42名成员，敢若今年就8亿的交金。直接开门，直接开，不漏吗？警方冲入去新北市三重埔一间人家厝，内面是跋筊网站的服务机房，2部到50公尺，同款藏伫咧人家厝的转销水房，也互警方发现，内面的空腰仔随互警方压制。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伫去年6月捌抓到跋筊网站9天5路城的跋筊机房，所发现网站也佫伫咧营运，提供体育比赛、必加乐彩票等跋筊游戏。警方翻过秋田，发现姓池主嫌跋筊集团组织真大，佫伫湘北有设系统开发的维护机房、人客服务机房，也佫有转销的水房。今年9月规关拢给抓起来。他旗下除了有扣客机房外，他另外也自己成立了转账水房、客服机房，还有系统维护开发机房，组织绵密分工的常放在各个据点，就是为了避免一举遭警方查获歼灭。警方查到今年9天5路城的缴金就8亿，而且拢是台湾的缴卡。除了现场查扣电脑主机等盈利跋筊洗钱转销的工具以外，搁在紧急申请扣押不法资产82万，也搁有市场嫌犯市价2500万的不动产。专案依照违反盈利跋筊罪甲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屏东明阳工厂进行发生过火灾，在工厂内面藏容易导火物件，引起众人关注。伫花莲的机关呢，就针对中华纸浆、花莲厂有藏一种叫做乌液，会当导火液体提出质疑，要求这县政府就要查清楚。为着达国检团甲资源，佮利用中华纸浆公司会伫制成中收集激原擦片含无质素的液体，然后佮浓缩到70%了后送回顶炉，产生蒸汽发电。这种深色液体就叫做乌液，会当提供工厂4成的电力。我们会经过多效式的蒸发罐去把它提浓。那多效式的蒸发罐就是利用第一罐腾发出来的蒸汽给第二罐去使用。那我们这边总共有7罐。蒸汽会做趋势工，所以它节能效果是很好的。也毋过，乌液既然会当烧，就会有准风监视安全问题。尤其伫屏东民用大火造成消防人员中台伤亡了后，花莲环境内工厂有偌济危险物品，也引起外界关心。因为黑氧是纸浆厂作为辅助燃料的一种，但是呢，如果它的效果不彰，它就囤积在那里。囤积呢，它有可能不是1桶2桶，它是一个油罐车一个油罐车的那个油槽。消防局13也派员前往稽查现场，也对乌液做燃点测试，并无闪检。也毋过因为加温工区无法度超过摄氏200度，所以也是爱上 SGS 实验室，才会有更较精准的数据。如果它的燃点低于250度，我们就把它列为重油的管理。如果是它的山火点高于250度，那表示它的品质是很稳定的，那就不列入我们危险物品的相关管理。
中华抓州强调，花莲厂是目前全国唯一佮发电量上大的省质能发电系统，佮处伫绿电凭证。乌药为浓缩甲烧，拢伫电路甲工厂内处理系统税收，才会放入外部。未来乌药敢是会放列管，就等待检测报告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鼓山鱼市场，互人叫做全台湾上水的鱼市场。去年开幕却因为这经营无好，今年9月封起来征收。高雄市政海洋局长顶个月伫议会顶头挂保证，讲这个月初10会重新开幕，煞来跳票啊！有游客专工来到这要参观，一声倒气。见到外观真新真水，吸引游客目光，这是互人号做全台上水鼓山鱼市场。不过即马煞封掉的，有风声讲鼓山鱼市场伫10月初10就要重新开幕，已经是13号大门游玩锁掉的，连便所嘛拢封闭。有民众就是听讲鼓山鱼市场初10搁要开幕，特别来参观，煞绕空抓。顶摆看新闻是过外话就好啊，好，今仔日就来，就想要顺便看看。但是扑空了。拄啊好无开啊！我带我妹妹为新竹来的，啊，所以我先说讲出来才看看。记者实际伫现场看，确实有人伫内部装修，有一寡店家就要完成。鼓山鱼市场去年10月开幕时，吸引真侪民众来参观。尾仔煞经营无好，今年9月封馆征收，原本按算爱3个月时间。不过高雄市海洋局前局长顶个月24，面对议员黄文义，即阵时讲好伫11月初10会重新开幕。到达已经13，大门游玩大着游馆的公告。如何让它变成一个内外兼具、有景观，那又有实质经济价值的一个鱼市场？起码得讲，看11月初10，重新定位。它开幕，我们再来看情形。根据了解，目前鱼市场内底有10几间厂商进驻。海洋局回应讲，目前鱼市场设备已经大要完成，另外教育训练甲所有工课当咧调整收尾。未来若是确定重新营运的时间，会搁对外公布。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加沙上届大间的病院西法病院11宣布，病院已经无燃料停止运作。加沙官方表示讲，上无有5名早产儿，7名重症患者因为安尼生来过往。另外，还有几多10个婴儿，若唔紧来家己送去别位照顾者，才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医生正伫抢救已经唔知人的囡仔，另因的费用浓度是毋是也正常？尽管医疗设备因讲拢停止啊，医生又也无放弃任何希望。也若这10个无足月拄出世的囡仔，拄对保温箱放散出来，真放伫个保暖柱顶面，由以色列继续封杀，西法病院的燃料拢用完啊，再已宣布停止运作。有保温箱的早产儿，加交互病房的重症病人，因为呼吸器无度运作而死亡。The problem is to be sure that we can evacuate the neonate patient because we have about 37 to 40 premature baby. We have about 17 other patients in the ICU, and we have about 600 admitted patients pretty operated which need medical care.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听讲，加沙地区总共36间病院，即阵大约有20间无搁再运作。加沙走廊卫生部是讲，以色列的无情封杀加地面的报复行动，已经造成1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民众甲儿童。也若以色列是支持哈马斯伫病院下骹来挖崩坑，真侪暗号，毋过哈马斯是放任。Do you bear responsibility? Now we're focused on one thing. Do you bear We some all bear responsibility. Okay. We all. Look. Nobody's going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It's a non-issue. 纳坦雅胡进前接受访问时，被问到是毋是甲哈马斯达成连接释放的协议。纳坦雅胡只是讲可能会有，并且强调即阵无方便加讲。北京国家顾问苏利文也讲，正伫努力确保连接释放协议。I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what I say publicly on this because it is, of course, a delicate and sensitive negotiation. But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原来这被劫持的连接到底偌侪人？苏利文讲，人数是以色列公布的。美国人部分，即阵伊敢若知影讲有9名失踪的公民，一个有永久居留权，甲一个有绿卡的人。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法国巴黎昨呢有一场对抗反犹太主义的大游行，有超过18万人参加。另外，在英国伦敦的街头，昨也有一场停战示威活动，反对巴勒斯坦的团体和警方发生冲突，有超过140人被警方抓起来，其中7个因为有提武器对抗警察，被警方移送法办。
今仔日阮的口号是全面打击反犹太主义。伫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布劳恩皮维、参议院议长拉谢、总理伯纳、前总统欧兰德甲萨科齐，也有法国犹太机构理事会主席阿尔菲的带领，巴黎街路超过10万人参加游行，累计无统计有18.2万人上街路，其他城市也有超过7000人响应。Car nous pensons que la République, les valeurs dans lesquelles nous croyons, sont menacées. 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法国已经有逾1250件反犹太事件的通报。总统马克宏无出席这摆活动，也毋过以一场互人无法接受、无惊半人的反犹太主义复兴的公开会表态支持，佮谴责破碎活动所出现的混乱声音，表示这款的机会互某一寡政客利用，以达到家己的目的。极右派国民联盟决定参加，引起激进左派不屈法国甲礼拜日这场活动保持距离。前一天，巴黎有一场示威游行，号召停止加杀大屠杀，都有其他左派政党参加。那伫英国伦敦警方12表示，伫前一天超过30万名挺巴勒斯坦民众游行活动中逮捕100多人。这场活动伫伦敦街路举行，要求以色列停火为主要诉求。What do we want? Justice. When do we want it? Now. 游行过程中，极右派团体伫人群中闹事，想要攻击挺巴民众，刷甲警方爆发冲突。警方伫极右派人士身上敲出刀仔等攻击性的武器，少数人方起诉原因是涉嫌持毒、拒捕、饮酒闹事、甲攻击等。公司新闻黄玉玲编译。罗西亚北溪天然气管线防崩断去已经1年多，到今拢无国家要承认讲是啥人做的。不过，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德国明镜周刊顶礼拜六有公布联合调查的报道，讲有一名这乌克兰敌舰上校是关键人物，伊是听令这乌军总司令的命令执行任务。不过，当事人面对这寡指控，说是唔承认，甚至透过律师表示讲，这拢是罗西亚伫咧乱团的要件。北溪天然气管线伫去年9月大爆炸，和俄罗斯甲欧洲各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到底这是谁做的？事后出现各种版本，各人互相指控对方，包括美国嘛，互人怀疑。美国华盛顿邮报甲德国明镜周刊11公布联合调查报道，讲乌克兰将敌将作战部队上校切尔文斯基是爆炸案的关键人物。Sources have painted a picture of him managing logistics for a 6-person team that rented a sailboat under false identities and dove deep into the Baltic Sea to plant explosive charges on the gas pipelines. 调查报道也引述欧洲甲乌克兰消息人士的讲法，谢尔文斯基是北溪行动的协调员，伊毋是单独行动，是听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的指令攻击。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唔知影，唔再对外否认。报道讲，泽伦斯基是互军方故意暗砍，显示俄国的军方、情报也甲政治人物中央因的做法看法无同。The Ukrainians definitely didn't do it. 互媒体点名牵涉到北溪爆炸案的切尔文斯基，进前互人指控乱用权力协助一个俄国飞官逃走，当地基辅接受审判。不过，伊透过律师背回报道内容，讲这拢是俄罗斯散布的谣言。基辅当局是也未对报道内容做出正式的回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这天气反寒，大家爱食烧烧，上爱食就是食火锅。气象署公布今年7、8月市面上呢，这菜色果子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总共有80件无合格，有几落间连锁的火锅店拢在内。另外，也有专门卖这水果假接手切的店家，也检出内网顶头的砂糖剂超过标准。就是这间位伫贵人南明路的独家幸福火锅，进前互卫生单位抽验发现，店内火锅使用汤匙菜农药残留超过标准，已经要求回收，并且以农政单位进行源头管理。我们接收到相关的检验抽查报告之后，那已经把该项的产品已经下架了，要求厂商这边，然后每月呢会主动的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为了维护消费者食品的安全，食药署今年7月到8月进行市面卖的青菜、水果、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其中有80件无合格。除了贵人南营路的独家火锅无合格，台北松寿路的麻辣火锅店内提供的绿无籽葡萄牙农药超过标准。青叶火锅台东珍珠馆的红红菜检出3种农药残留。
台北本林店大院子的内幕是陶思松超标，医师根据陶思松是有机磷食糖剂，那大量误食可能造成残溃衰竭。民众不小心大量误喝陶思松，有时候也很危险。有时候一来的话就大小便失禁、流眼泪、流口水，那甚至有呼吸衰竭。麻辣没有办法提供源头，直接裁罚这个贩售业者麻辣火锅店3万元。食药署提醒民众优先选择当季大出的青菜水果、盐酸、有机、产销履历甲 CAS 优良农产品加标准的农产品，也是信用较好的店头。另外也建议用清水浸泡了后再搁冲洗，水果是水冲洗了后下皮才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大麻列做是二级毒品，最近有网情况抓到讲伊身躯顶有藏大麻，这大麻合法化议题，搁再引起众人议论。调频间团体进行要到4万份的调查，发现有93%的台湾民众反对大麻合法。我做了全天下的妈妈都不该做的事情。穿乌衫向观众回示的，最近有几啊个有名的网络红人涉嫌摕大麻被抓，同时引起民间的讨论，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这议题？民间团体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有93.5%受访人无同意大麻合法。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无害的的一个广泛认知，越来越把它高度的说，哇，这个好像没什么，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哦。支持大麻合法化，对大麻支持跟态度不仅显著低于不支持者。整个问卷勾数走过以后呢，几乎所有的93.5%的人是不同意的。在38502份有效问卷当中，民众回答对的比例上悬的是青少年重度而且继续使用大麻会导致智商下降。另外，回答对比例上低是美国未成年使用大麻比例有1/3以上。所以是美国大麻合法的地区，生活医疗用的大麻合法，过来是娱乐用的。THC 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并且可能会造成这个使用的人的认知功能相关的损害。那 CBD 它虽然就是目前是没有发现它有一些精神活性的效果，也没有成瘾性，那它可能会有一些药用的效果这样子。用词其实常常会相当混淆。那会增加大家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困难度啦。有关毒品的东西自己交出来。新北县大最近也查到有研究生卖大麻案件，民间团体呼吁政府要广泛宣导大麻所制作甲医疗用大麻的定义，搁就是校园反毒教育，建议了解医疗价值的同时，防止滥用行为。各部包括声明除了宣导，也落实清查甲辅导，维护学生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中13期定位区伫咧市中心推动10多年，经过3任市长，到今呢，抑阁伫咧土地点交。外界认为讲这已经变做防偷盗本数的所在啊。地政局表示讲，逐个月拢会派人去巡两届，点交出去的由地主来负责环境卫生。环保局也讲有按4期的监视器会加强稽查。定位区的围篱后，人挖破一大坑，内底外口拢交粪扫。台中13期公办土地定位区目前当伫进行土地点交作业，暗过四周围定定互不法人士乌白弹甲倒粪扫，互民众看到一直害头，认为当地暗时较暗是主要原因。垃圾这边看，里面看起来是还好，外面就有一点点这样子。毕竟这边路灯什么的可能都还没有弄起来。对啊，哎呀，是这样。会比较担心，对不对？对对对。因为不要看这里没人住，对不对哈？它灯可能就减少了吧。这个灯亮一点，人家就比较不敢做坏事啊，啦。在南东甲南区的13期定位区，拢总229公顷，互人质疑管理上零。今年7月底，环保局就捌抓到一个姓孙的嫌犯，恶意伫区内8个地点倒2.8吨废弃物。9月开始，环保局设4期监视器，也陆续有抓到民众乌白弹粪扫。暗过类似的状况也是陆续伫发生。负责中卫的地政局表示，目前已经有73%的土地点交予地主。环境卫生会由地主来负责，也未点交的土地，每个月拢会派员巡查2届，而且有编列1476万，由警察局设监视器。编列经费给警察局，大概是1000，在13期年大概有编1476万这个金额给警察局去装了，而且现在也在执行中啊，就是正在装设。如果是在私人的那个。或
或者是未点交的部分，我们就会请土地管理人、所有人去做清除。那如果他们逾期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依那个环境清洁维护自治条例或废弃物清理法去罚他们1200到6000块。环保局讲，无论土地所有人是地政局还是民众，只要有短本数，甚至是杂草伤悬，拢会要求所有人限期改善。超期无改善，就会代替强制清除，后续会追偿费用，并依照费清罚清2至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车停伫咧白线顶头，煞爱食罚单，这是为虾米呢？伫屏东潮州的兴隆路社会主体议定地边仔呢，有民众停车，对今年8月开始，真侪人收到罚单。原来是当地居民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会当停车，这车拢停处处，所以拢袂记咧讲，这停车就爱顺车路方向，而且打码这路边，是去互人检举才开罚单的。屏东潮州镇这个车体预定地外的大路边，涂骹画白线，不少人将车停伫遮，有的车是顺向停，有的车是插咧停。当地民众讲，下插咧停是为着要互更较侪车通啊停，因为其实插咧停属于违规。有人为8月起陆续接到罚单，也有住户专家拢总收到7张罚单。最近才有。对，然后也没有公告。那你们经理说收到几张？3张。他如果没有停斜的话，停的车辆就会比较少，会造成附近居民就是没有地方停。4块位店头多数拢收过罚单。原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中规定，除了违赛车价是斜的，才会当斜咧停。若无就爱照道路顺向方向，靠路边停车，袂当斜停，也袂当反向。顺应那个当地的风俗民情，大家都已经停习惯了嘛，所以我们只要有看到有人停斜的，我们都去跟他讲。但是有的人会改，有的人不会改啊。违规爱罚车主认同，也毋过也建议警局打广告，因为法规虽然是可靠较进前应该有的知识，也是有人因为一时疏忽，也是袂记得法规，煞打掉红线。本分局已于该路段张贴公告，并于社区加强宣导顺向停车的规定。警方表示，今年8月到10月陆续接到有人检举车辆无顺向停车，农总处第42件已经打广告提醒车主注意，若无恐惊面临600至1000字不等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为了要提升工作场所平宽概念，就翕宣导影片，你就是家己的光，用底片方式，甲这社会上接看到的中高龄朋友、身心障碍族群，抑个这个新住民，因所当到的问题，甲翕出来。部长柯明春就表示讲，希望透过影片，互社会产生同理心和平权的概念。演员谢正定演的是一个治疗脑喉癌，因为手术了后无法度正常讲话的患者，经过社会理解和同理，总算找到头路的真实故事。另外一支是对演过来台湾的越南新住民要找头路的时拄到的侪困境。劳动部透过影片要来宣导这场平权的观念。平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只说因为这是法令的规定，大家遵守法令，我们更希望透过各多元的方式。好，让大家潜移默化，把这样的一个职场平权、就业平等能够内化成一种意识，共同努力，我们来营造真正的职场平等而且友善的一个职场环境。部长柯明春讲，英国政府拢是用禁止歧视法令来要求企业。这届劳动部希望透过影片，让观众产生同理心。主要的演员嘛出面呼吁企业会当重视身心障碍就业，也有新住民就业的议题。我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将心比心，然后感同身受，然后能够多多的包容中高龄就业、2度就业，或是身心残障就业。一些像我们新住民的，还是来这边工作的劳工，还是看护，如果需要帮助的人，就可以来找那个就业服务站，或是我们劳动部都可以得到协助这样。劳动部希望讲，透过影片的传播，让大家有这场平权的意识，做伙打造平等优先的这场环境。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
台湾乌熊常常出现伫咧花莲含台东的部落，今年4月含7月拢有一只着陷阱落被紧急抢救，其中一只是8月野放，那另外一只呢是今仔日就本土的族人做伙参与野放。林业保育署也希望更较侪部落来加入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示范计划，莫阁使用有有伤害性的蜡具，而且做伙来推广人甲熊发生冲突的保护措施。今年7月，伫花莲道溪乡一个咖啡园发现一只打着陷阱的台湾港的乌熊，互当地的本土族人甲保育人员紧急送去急救，切掉道病检查了后，经过4个月照养恢复健康。13部落族人甲保育团体合作，将这只用本土族人护命的达古阿里乌熊，用铁笼仔载去高山森林野放，拍开铁笼仔时，乌熊慢慢行出来，向后壁看一下，就真紧走回森林。族人要用声音改赶，希望伊唔通去走落山，受到伤害。野放之后呢，我们会透过监测的团队去做一些卫星发报器的监控。那如果黑熊在发报的过程当中呢，有靠近部落或是有临近林道的时候呢，都会做一些驱离的动作。林保署野放乌熊拢会伫阿妈棍挂发布器，随时传回信号。不过今年8月，伫台东山区野放的海端引病乌熊，李国班原本监测到的活动范围有1200外的脚球长大，煞伫10月底定线停止，目脚是已死亡。后来保育团体前往海拔2300外公尺远的原始林，找到乌熊母条的发布器，而且4颗位有乌熊活动的现象，加放心啊。寻获的颈圈上面呢，我们发现了一小撮疑似台湾黑熊的毛发，初步研判应该是李高万在攀爬的时候，颈圈受到拉扯而脱落。花东两地山区受伤乌熊，由部落族人甲林保署合力救援成功，搁野放。林保署呼吁有更较侪部落加入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示范计划，保护乌熊伫野外袂去踏着陷阱，搁协助赶走，避免造成人熊冲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呢，有一种壁薄，伊的头壳真亲像狐狸共款，这食了天开有1公尺宽，伊真爱食果子，外形也食古水。过去拢生活伫咧绿岛、孤山岛，最近这几年伫咧花莲也会当看到因的行踪。所以因为这数量上少，强要断种啊，即摆也有一群人开始进行保育行动。将大只蜜宝食主要是咱林、大河线树、红高壳，也佮有低保林食食物的假释，十群数量总计有200外只。因主要栖息伫咧离岛、绿岛、孤山岛这所在。今年有少数族群出现伫咧花莲，数量大约有50只。台湾有30几种蝙蝠，可是从来没有一只体型大到你张开翅膀可以这么大，1公尺。胡蝠在台湾早期其实只有分布在绿岛。那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在兰屿或者说在台湾本岛，它的记录都很少。经过长期调查，这种大只蜜蜂渐渐来增加真侪生态资料，了解伊的生态行为以及对自然的帮助。在花朵在盛开的时候，它去舔花，就顺便把花粉扫进了它的雌蕊里面。那雌蕊授了粉以后，才能够结成果实。那结了果实以后，它来吃，它会带到旁边另外一棵完全不相干的树上面去吃掉这颗果实。如果它携带的距离越来越远的话，那表示这个种子就被传播得更远。花莲县政府对着这种大只蜜蜂定出现的公园，甲学校加工有地保护这树种，避免过度来修剪，造成生态危害。同时推动学校甲社区的保育行动，经由在地力量，才法度实际保护这大只蜜蜂。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些资讯正确的，然后让在这块土地上面生活的民众都可以知道。然后我想大家知道了、了解了，一定会自然而然会想要保护这些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教课。为了落实大只蜜蜂这生物的保育，花莲县政府计划就西海花保护区进行大区域的保育，同时对着绿岛的族群，即阵只有10外只，面临灭绝的危机，加速未来保育重心。记者综合报道。囝生少，毋若这大学招生困难，连规条路拢是补习班的台北南洋街，无亲像40年前啊。这40年前的学生总数超过10万人，即马停课的人少，根据统计，停课的学生无到2500人，这人文变化也变甲真大。
这条被称作补习街的南苗街，虽然可供节节补习班的看板四界拢有，不过更加多却是饮料店、小吃店，整个人文的风貌变化是真大。这边补习班一家一家关啊，因为学生需求应该没那么多了吧？可能补习需求也没那么多了。中的补习班也有，补高考的，我高中也是在这边补习的，读护理，对。虽然南苗街顶有补习街，真侪民众拢有这印象。不过根据报告协会估算，1981年大学联考的标准悬，台北市的南苗街、罗斯福路总共48间升大学的重考班，学生人数超过10万人。只有敢剩3间大学的重考班，学生敢剩大约2500人。不管做铁路，不管做公路，下来之后，然后南洋街那时候有40几家补习班，一家接着一家。学生也可以做比较，所以那个时候南洋街就成为补习街。报告协会讲，2070年代重考的有名老师拢伫台北，中南部重考的学生拢会到台北租厝补习，尤其是南苗街、往台北车站，交通方便。当时补习班真多是一级战区，不过也坦白讲，政府公立大学也有囡仔生少的因素，拢互重考生的人数逐年减少。想要考好大学生才会重考，他们会比较在意说这个老师教的东西有没有让他能够马上启动他的那个思考，跟把他盲点解开的。进去读再转啊，然后大概都是额外再补英文，额外再补什么，补习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有这阵大学录取率活近100%，报告明书讲，来准备重考的真侪拢是为着考到国立大学的医学系、自工系这科系。教育团体是讲，真侪考生考入大学，若无适应，搁再转系也是转校，也是互重考生减少的因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花德里社区一直咧拼死做囡仔绘本，高达出版第9本咯。今年社区时代以两性平权做主题，也搁结合着这台语文，因也是这去到国小推广，希望把这性别平等的教育对囡仔开始定见。你张刷声囡仔大声念台语词类，透过情景式教学，互囡仔知影头路无分性别的相关知识。现代社会性别平等教育，大家拢真重视。台南花地里社区为着要甲正确观念向下定根，若做绘本尔，可实际去好好推广。其中册内5花10色古锥红爱多样，请学生自身学习，大家嘛足心实咧探讨未来要做什么行业。我想要当修理车的人，会当甲人修车。从小扎根，对于他们未来的正确观念，其实有很大的重要性。花地里社区时代对108年开始做绘本，因为当拢串联文化、教育甲环保等元素，到大出版第9本。这摆应用两性平等、工会无分查甫查某做主题，头摆结合台语文来出版。在地时代讲，为绘本互因做记录，嘛兼念捌罗马拼音激头脑。小朋友敢若像拢袂晓讲台语，我感觉讲吼，这台语这是咱的母国的语言嘛，必须要执行。嘛应去排出这工课，就是为这就是安尼。因为即摆就比查某较厉害，所以即摆白吼，较咩了，更加当服务这所有的用户。台湾的绘本市场近来民间嘛有侪单位自主性创作本土绘本，社区按算要印200本，送予各区偏乡的学校，提供囡仔讲母语合适绘本的内涵。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中华县文化局伫县内各乡镇的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的系列活动，这故事老师用台语讲故，甲囡仔互动，现场气氛真热烈。囡仔兄、囡仔姊对故事老师大声念出歌谣，佮有台语绘本的讲故事互动。今仔的故事啊，内容是甲卵有关系，册名叫做《十粒卵》。对，平常其实囡仔逐工拢会看到卵，看到卵伊个会想到卵的料理，但是可能囡仔袂晓讲，互囡仔用耍的方式去学这本绘本。中华县文化局伫县内各乡镇的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活动，有将近50本的囡仔书，老师用台语加上滑溜溜的动作讲故事给囡仔听。台语讲故事好啊，互囡仔熟悉台语安怎讲啊，无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茶的蛋啊，迄囡仔袂晓做茶米卵啊，
对我的囡仔来讲，讲台语是就难得的，因为在厝我们就是会不自觉的用国语跟他对话。可是对我们这一辈来讲，为细汉到大汉拢是用台语，所以阮学台语就简单的。可是对阮的囡仔来讲，学台语真的是足困难的。参加的家长表示，平常时伫厝内若用台语讲，囡仔嘛是用华语应话，真欢喜有安尼活动，透过游戏活动，互囡仔人有加讲台语的机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美国，这未成年就生囝的妈妈呢，案例是真侪。伫德州，就一间学校专门收容有新或者是无结婚就做妈妈的少女，因会当甲这囡仔带去这学校附近的幼稚园，才安心去上课。这项措施毋但照顾到这幼囡仔，也兼顾到少年妈妈未来，帮助因有新的人生。17岁的马图斯透早坐校车上课，到位的时阵，都爱先抱身边坐伫安全椅的宝贝查某囝。听后入去学校已经有其他共款带囡仔的同学伫食早顿，带囡仔来上课，伫一般的学校根本是无可能。毋过伫德州布朗斯威尔这间中学，专门收容无结婚生囝也是有心的少女。学校内底有设托儿所，或者无结婚的妈妈会当免烦恼，安心上课。If there wasn't a school like this,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a lot of teen mothers because in regular school it's really hard to like go when you're pregnant and all the kids pushing you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en in regular schools they wouldn't understand your situation, and here they do. 学生讲，这间学校老师袂甲你批评，颠倒因会甲你斗相共，会当体谅。像讲有当时学生囡仔因为暗时爱照顾囡仔精神无好，老师会允准学生囡仔困10分钟，都是这个体谅心，互学生感觉真温暖。Here they don't give me homework. I finish everything in school, then I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daughter. And if I was over there, I wouldn't have time for her. So it really did change. It really did change my life for the better. 这间学校由德州州政府补助，目前收容53个6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囡仔，主要是当地低收入的西班牙语的社区。托儿所有16个名额，学校的老师是讲，每一个来这间学校的学生囡仔，可能拢有一个伤心的故事，不过因原来有求学的权利。These girls, we're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graduate. We want them and their babies to have a better shot at the future, a better chance in the future, more opportunities. 这个无放弃学习的未婚妈妈内底，有人的愿望是要做老师，有的要做妇产科医生。因原来鼓励有其他类似做务的查某囡仔，唔通放弃学业，勇敢追求更较好的未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咧泰国呢，有一条行伫水顶头的火车路，逐年敢若营运3个月，拜6礼拜才有车帮经过。这款的场景，有人讲真亲像日本宫崎骏电影《新温少女》内面的场景，就是这水上火车的场景，咱做回来看卖。长长的铁道列车将梦幻穿过泰国上大水库巴沙村拉溪水坝，画面看起来就亲像是日本动画电影《新婚少女》内底出现的水上火车的场景同款。泰国国铁编号911的漂浮列车3点半钟的车程，沿路穿过荷花池、丛林、庙寺，还有稻田。半路到大城了后，还有反啊爬起的火车卖棉花糖、猪肉饭食的在地小吃。到巴沙村拉溪水坝高架桥，一直车停20分钟，或者乘客落车进行打卡，也有翕相。更让我觉得很壮观，对，就是我没有体验过，就是那种可以站在火车上，然后还可以什么对着火车来拍那个整个就是大坝的美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震撼。And during the cool season, which is the end of the rainy season, the water is at the very highest level. So when you cross the reservoir on both sides of the train, you will see water. That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a floating train. So it's quite unique and it's quite exciting to actually have that experience because it's like going across the sea. 今年大部分的时间，火车站高架桥下骹拢是牛群咧食草。不过10月到1月这段时间，水位涨起来，看起来列车就亲像伫水面咧驶共款。英国的旅游部落客指出，这条水上火车路线目前只有泰语的宣传物，也无英文版，所以也无伤过侪外国游客知影。
毋过独特景色加上营运时间较短，往往车票一开始卖，本地游客就抢破头路。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宜兰到新竹对18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5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